专教总捌开记者会批评讲，公共幼儿园若是下课了后要留落来，也是休寒休热，要去学校照顾的费用加起来是爱加真济。若这个钱甚至是比政府含有签约的私立幼儿园阁贵1倍。即马教育部长潘文忠已经表示，未来公共幼儿园延长照顾的这部分费用会固定，而且会补助，要减轻家长的负担。上紧明年2月份开始实施。收费较少，教学品质较好，为咗家长家囡仔送到公立幼儿园去读册。不过公立幼儿园平常时课后也佮有休寒休热的照顾费用，拢要另外算。台南市教育局长陈新辉讲，这2年台南的公幼招生拢有出名额。我们公幼以前是很优势，可是从前2年那么当非营利跟准公共大量增加的时候，那开始在改变。非营利甲准公幼的课后留甲6点，台南市今年家己设经费补助公幼办理延长照顾，每点钟上最50块，2点钟100块，6岁家庭免钱，延过休寒休热1点钟50块，一天嘛要400块，一个月8800到11000块，负担也是袂少。相较于那么其他的非营利跟准公共来讲，他们是只要负担少于3000。台南市教育局伫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提案，建设中央甲休寒休热纳入幼儿津贴发放范围，也是比较非营利幼儿园每个月延长照顾费上最2000。教育部长潘文忠回应，已经规划公幼延长照顾服务支持的做法，建议采取定额收费。这阵公幼大约13万名的幼儿，超过10亿经费，要向行政院争取，希望113年度开始办理。比如1个小时，在家长的负担大概就是到一个额度，那其余的所需要的这些相关的费用，那就是我们来做补贴了。教育部指出，正全国8县市推动公幼课后留园，而且采定额收费的会证推行的经验，并且由教育部编经费予地方，看地方的财力共同来分担。记者宋海报道。